Thank you for that precious rendition. 感謝呢首美麗嘅詩歌。查爾斯·狄更斯喺佢嘅經典小說《雙城記》嘅開頭講：那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我哋呢個時代喺某種意義上確實就係咁。我哋而家生活喺一個動盪嘅時代，全地都騷動。納爾遜會長曾經勸勉我哋，作為耶穌基督嘅跟隨者，要成為使人和睦嘅人。史蒂文森長老今朝早用美妙嘅方式，再次強調咗呢個教導。喺最壞嘅時代入邊，正正就係推動合一、和平同醫治嘅關鍵時刻。我哋而家都係生活喺最好的時代，呢個就係我想講嘅重點。主喺教義和聖約第一篇，即係序言嗰度宣告，圓滿嘅福音會傳遍世界各角落。主確實喺我哋呢個時代加速緊佢嘅事工，即使而家呢個時代充滿挑戰，呢種加速已經開始緊，仲持續發生緊。而我哋應該為此而心存感激。喺呢個時代，主嘅跟隨者有福氣可以聽到佢嘅聲音，可以敞開心扉咁去回應。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嘅成員忠於救主同佢嘅誡命，佢哋正喺人生入邊獲得目標同埋個人深刻嘅平安。教會歷史上有唔少嘅時期，行走聖約道路嘅人數都有大幅嘅增加。其中一次就發生喺1837年至1850年之間。當時有啲主所揀選復興教會嘅早期使徒去咗英國傳教，呢啲傳道工作帶領咗成千上萬嘅人加入教會。去到1850年，喺英國嘅教會人數已經多過美國。嗰陣時，主指示嗰啲聖徒要聚集去猶他。於是就掀起咗一波大規模嘅移民潮，其中有啲人仲獲得咗永久移民基金嘅貸款幫助。我好鍾意講述一段記載，係關於一大批歸信者喺1852年由英格蘭同威爾斯嚟到鹽湖谷。當時喺總會會長團同皮特團長帶領嘅樂隊陪同之下，喺移民峽谷山谷迎接佢哋。德薩律新聞形容佢哋係一群行走的朝聖者，包括婦女和小孩，曬傷而飽經風霜，但並不灰心喪志。他們快樂而喜悅的面容，清楚地展現了他們輕盈而快活的心。佢哋經過聖殿街區時，當局鳴放了9發禮炮向他們致敬。成千上萬的男人、女人和小孩從城市各地聚集在一起，一同在榮耀和喜悅中歡迎他們。伯翰楊會長同佢哋講：願主以色列的神祝福你們，我們不斷的為你們祈禱，日復一日，成千上萬的祈禱為你們上達主前。正是他命令我們聚集以色列，藉着宣講福音拯救人類兒女，並幫助他們準備好迎接彌賽亞的來臨。就住呢件令人開心嘅事，我都懷住同樣嘅心情，再一次向所有新歸信嘅朋友，或者重新返嚟主教會嘅朋友保證：我哋愛你，我哋需要你，主需要你。雖然我哋唔會用禮炮或者樂隊嚟迎接你，但係會祈求上天嘅祝福去眷顧你，陪伴你努力咁喺聖約道路上前進，邁向父神同耶穌基督所在嘅高榮國度。有確實嘅證據顯示，喺我哋呢個時代，越嚟越多人對耶穌基督嘅信心不斷增強。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嘅歸信人數同埋佢哋嘅參與程度都有明顯嘅上升。喺過去36個月內，差唔多有90萬人加入咗教會。呢啲歸信者大約佔教會總人數嘅5%。我哋張開雙臂歡迎每一位新成員，
並且真心感激你所做出嘅選擇。喺過去嘅36個月入邊，呢90萬嘅歸信者已經超過咗教會喺1940年，即係成立110週年嗰陣時嘅成員總數。當年教會成員人數啱啱過咗86萬人，而嗰年亦都係傑佛瑞·賀倫長老、迪特烏希鐸長老同我出生嘅年份。呢啲美好嘅歸信者嚟自世界各地。今年頭6個月，歐洲、非洲、亞洲、太平洋地區同拉丁美洲嘅歸信人數，比起上年增加超過咗20%。而喺北美洲亦都上升咗7%、17%。主嘅事工正有力咁樣持續推進，呢啲不斷上升嘅數字，清楚咁見證住福音正喺世界各地觸動人心，而去改變生命。喺我哋呢個時代，呢啲寶貴嘅歸信者已經唔再需要集中去某一個地方，因為教會成員嘅信心同奉獻，我哋而家有足夠嘅資源去支持世界各地嘅會眾起教堂同聖殿。有咗必要嘅聖職權約同所需嘅資源，全球大部分地區嘅成員而家都可以獲得拯救所需嘅教義。無論我哋住喺邊度，現有嘅成員都需要張開雙臂，歡迎成千上萬嘅新成員，就好似教會早期歷史入邊歡迎英格蘭同威爾斯嘅聖徒一樣。我特別中意江文漢長老喺今次大會入邊嘅演講。佢教導我哋，冇人應該喺情感上或者靈性上孤單一人。我哋有一項神聖嘅責任，就係去接納同歡迎新成員，亦都包括重新返嚟教會嘅成員。喺主加速佢嘅事工嘅時候，我哋應該去愛、去滋養、去服務每一位接受佢福音嘅人。我哋都可以一齊建立一群錫安嘅人民，當中所有人都一心一意，且居住在正義中。如果我哋想要與主合一，我哋就必須先喺主面前合一。所有成員，無論你受洗咗幾耐，都有責任去歡迎其他人。我想俾教會成員一個忠告，我哋要張開雙臂去擁抱呢啲已經接受咗耶穌基督福音嘅寶貴選民。哥登興格萊會長教導，每位歸信者都需要朋友、責任以及被神美好的話滋養。我哋可以成為呢啲新歸信者嘅朋友，讓佢哋確信自己係教會嘅一部分，而唔只係過客。我哋可以幫助佢哋明白，佢哋係耶穌基督嘅門徒，有能力去施助其他人，亦都可以接受召喚去服務。年輕嘅歸信者應該考慮擔任全職傳教士，而所有人都應該下定決心，努力過基督般嘅生活。好多人喺加入教會嘅時候作出咗好大嘅個人犧牲，佢哋非常需要聖徒同袍嘅愛同支持。如果你係啱啱加入或者重新返嚟教會嘅朋友，你可能會面對一啲挑戰，要對自己有耐性。傳教士已經教導你基本嘅教義，亦都已經說明咗經文同埋宣講我的福音入邊所講嘅神國聖約同教義。接受教義同聖約，並且遵守誡命係極之重要嘅事。要專注喺為超升所需嘅聖約上。福音令超升成為可能，而超升就需要我哋同神訂立同埋遵守聖約。除咗洗禮、證實，仲有男性接受麥基洗德聖職以外，其他所有聖約都係喺聖殿入邊訂立嘅。至於為死者所執行嘅每一項拯救教義，都只係會喺聖殿入邊進行。所以為聖殿做好準備，應該係眼前最重要嘅事。有時你可能會覺得自己知道嘅嘢仲未夠多，其實福音知識係一種隨時間逐漸獲得嘅偉大祝福，但佢唔係一項拯救教義。福音唔係一場知識考試。然而，羅素納爾遜會長曾經應許，
只要每天虔敬地研讀摩爾門經，就會每天作出更好的決定。只要沉思你所研讀的內容，天上的窗戶就會開啟，你會找到自己問題的答案和生活的方向。除此之外，教會星期日聚會嘅課程每年都會輪流咁樣覆蓋舊約、新約、摩爾門經同加爾和聖約。隨住時間過去，福音知識嘅增長會令你更加有自信。經常咁樣去研讀經文，會加深你對耶穌基督福音嘅歸信，從而為你嘅生活帶嚟豐盛嘅祝福。學習耶穌基督純正嘅教義係一種終身嘅追求，當中包括理解教義，亦都包括努力過一種基督般嘅生活。必要嘅教義同埋聖約為我哋提供咗一個清晰嘅架構，我哋稱之為聖約道路。納爾遜會長曾經有力咁教導過呢個原則。所有成員，特別係新同埋重新返嚟教會嘅成員，只要認真研讀同埋實踐先知所教導嘅聖約同聖約道路嘅信息，就一定會蒙受祝福。只要你立下目標，要配稱咁接受每一項為超升所需嘅聖約，你就會踏上通往高榮國度嘅道路。聖殿同聖殿入邊嘅教義應該成為我哋專注嘅重點。大部分嘅聖約每個人都可以訂立，而其中有一項聖約永恆婚姻，就需要同你嘅伴侶團結一致。我哋嘅目標應該係尋找嗰位永恆嘅伴侶。不過，如果你而家未能締結永恆婚姻，唔好灰心。各位先知教導，凡係忠信同遵守誡命嘅成員，唔會俾任何祝福拒諸門外。摩爾門經入邊嘅先知便雅憫王講得好好，遵守神誡命的人，無論在何事上都蒙福。如果他們忠信到底，他們必在無窮幸福的狀態中與神同住。你可能已經發現，或者將來會發現，教會成員都唔係完美嘅。啟示嘅教義清楚咁指出，我哋喺塵世嘅旅程入邊都會犯錯。我哋生活喺一個唔完美、墜落咗嘅世界，而唔係一個高榮嘅世界。今生係一段考驗嘅時期，我哋會不斷有機會悔改同證明自己。每一個人喺努力變得更似耶穌基督嘅過程入邊，都可能會覺得自己唔夠好。但係因為佢嘅贖罪，即使我哋有不足，都可以每日悔改。正如另一位摩爾門經嘅先知尼非所講，我們必須對基督堅定不移，懷着完全光明的希望，以及對神和對所有人的愛心，努力前進。因此，如果你們努力前進，跑向基督的話，並持守到底，看啊，父這樣說，你們必得永生。當我哋沉思呢個時代所面對嘅挑戰嘅時候，要記住，救主喺世上傳道嗰陣，都係生活喺一個動盪同充滿暴力嘅時代。佢冇將焦點放喺當時嘅政治問題上面，而係專注咁樣去成全聖徒。喺一個動盪不安嘅世界入邊，要跟隨救主同佢嘅教義同教導，從來都唔係一件容易嘅事。救主喺亂世入邊完成佢塵世嘅旅程，唔係一件容易嘅事。對早期嘅領袖同成員都唔容易，而對我哋嚟講，亦都一樣唔容易。感恩我哋有活着嘅先知，佢會因應我哋呢個時代俾我哋所需要嘅指示。但林烏克斯會長會延續嗰份充滿屬靈力量嘅傳承。我見證耶穌基督教會嘅教義係永恆而真實嘅。我明確同堅定咁見證耶穌基督活着，而由於佢嘅贖罪，我哋可以同佢合一。奉耶穌基督嘅名，阿門。